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咗波仔香 Hi-Fi 界同大家講故仔嘅時間啦。今次我哋嘅主角呢，就會係 DCS 嘅 Lina。DCS 嘅 Lina 系列主要包括咗3件產品，一件串流解碼器，一件主時鐘同埋一件耳擴。首先我哋介紹一下 Lina 解碼器啊，佢係一件來自咗 DCS 專利 RainDead 數模切換技術嘅解碼。對應Tidal、Spotify 同埋 Qobuz 高清串流平台，其他功能仲包括咗6段 PCM、5段 DSD 嘅數碼濾波、DSD-128 同埋 DXD 升頻功能，同時亦都支援 USB 輸入、同軸同埋 AES 接駁界面，仲可以配合埋 DCS 自家編寫嘅模式 App 進行各項設定。總括嚟講 ，Lina 解碼器係一部功能可以同上級型號完全睇齊，但係更加慳地方慳位嘅產品。至於 Lina 主時鐘咧，其實咧係一部來自咗 OCXO 恒溫晶體振盪器，可以產生44.1同埋48兩個獨立時鐘信號嘅產生器。大家只需要配合2條相同型號嘅 BNC 數碼線，就可以同 Lina 解碼器相連，按照唔同嘅取樣頻率自動進行時鐘信號切換輸入。最後同大家介紹一下 Lina 耳擴啊，佢嘅放大線路係採用 AB 類設計，輸出功率高達2W，極度適合匹配一啲高輸出阻抗設計嘅耳機。除咗4/1寸耳機輸出插座，仲同時提供埋4針平衡、2組3針平衡輸出，方便配搭唔同嘅耳機使用。DCS Lina 系統唔單止適合高要求嘅耳機發燒友，亦都可以落實響2聲道組合。佢嘅玩法層出不窮，聲音表現令人喜出望外。咁波仔今次喺 Hi-Fi Gallery 嘅介紹又告一段落啦，下次見。